參賽學生發揮創意巧思，運用黃金蕎麥為主題食材，結合風味設計、飲品調製及美學擺盤，製作出一杯杯兼具口感、創意及視覺效果的特色飲品，充分展現專業實作能力。我們這次活動是結合了我們的台灣的蕎麥黃金蕎麥，那也結合了跟我們全國性的所有的學校來做一個所謂的創意的 AI 的創意的飲料的一個比賽。那這次總共有17個學校51隊的同學來參加。那今天我們特別舉辦了全國的總決賽。那大專組總共有12位，那高中組總共有12位，那總獎金有30萬。這場比賽在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舉行，主辦單位表示，希望透過比賽展現台灣農特產特色，並結合 AI 科技與青年創意，激發更多飲品創新應用，提升國產雜糧的市場價值與發展潛力。這次的話，也非常感謝我們各個學校的老師以及學生的投入，來讓我們台灣的蕎麥能夠來結合到 AI， 那未來能夠到我們的我們的整個的餐飲我們的飲料的市場更多元化。今年共有17所學校51位選手參賽，競爭相當激烈。最終大專組由國立高雄餐飲大學莊喬一奪冠，高中職組則是由國立玉井工商賴優安摘下冠軍。主辦單位期盼透過比賽培育更多餐飲人才，讓青年創意結合在地農產，未來進一步商品化，展現台灣農業的多元魅力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